来看台中东势林管处伫大雪山甲高原地区，在做台湾乌熊族群监测的研究哦，收到一只编号93685的台湾乌熊死亡的信号。初三嘛伫台中的和平找到尸体，发现讲这只乌熊其实去拄到山低调的限制，袂顶袂当，最后可能是失水死亡。保七总队等个调查讲，看敢是有人故意要来杀害乌熊。 台湾乌熊趴伫咧涂骹，当时林管处的人员甲警方到现场的时阵，已经明显死亡。这只编号93685的公熊，体重85公斤，是今年3月24号伫咧大雪山抓到了后释放。当时林管处伫咧乌熊族群监测计划追踪中，研究用的警犬伫咧这个月2号暗时回传乌熊死亡的信号。3号早起伫咧台中市和平区的山岳找到遗体。收手后寻获黑熊遗体，左前肢受困套索，经解剖后推测死因与脱水有关。相关案件已移请保七总队侦办，了解是否有人蓄意杀害黑熊。死亡乌熊倒前期受困俗称山低调的套索陷阱，无其他明显的外伤，推测死因甲脱水有关系。警方已经开始侦办，确认是毋是有人挑故意杀害乌熊。去年5月，编号568的东茂山台湾乌熊，伫咧南投县林内乡武界去3名拍蜡者杀害，震动保育界。如今再传被捕。 并科大教授黄美秀呼吁政府，乌熊分布的热区应该全面禁止使用陷阱。这已经是今年第3起台湾黑熊中山猪吊死伤的案例，所以我积极的呼吁政府应该针对黑熊分布的热区，尤其在熊出没频繁的地区，应该要移除所有的陷阱。 学者强调，包括全面清除插入山区非法的陷阱，落实使用者实名制管理，管理单位应该增加救伤的专业人才。这个保育措施顶脚步必须要赶紧来做，才会当守护濒临绝种的台湾乌熊。记者台中报道。来看有民众投诉。